美国政府伫9月初2日时，因伫多米尼加扣押委内瑞拉总统的私人飞行机，而且指控这架飞行机是透过空客公司用违法的方式来买，违反制裁法。另外，为着要闪过委内瑞拉政府即马在限制新闻自由，因当地有100个记者，甲因采访来的新闻交予 AI 主播来报。美国司法部初2伫多米尼加扣押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私人飞机，指控这台飞机是透过总部伫加勒比海的空客公司，为福州以1300万美金，差不多是代表4.1亿非法购买了后，偷运出美国，用来提供马杜罗甲伊的亲信使用。美国表示，这台飞机涉嫌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甲制裁法，所以去互人扣押。委内瑞拉嘛谴责美国干涉别国的内政，行为甲海贼共款。Today's success is just another example of how we continue to look at the corrupt practices of the Maduro regime. 有专家讲，这个扣押代表美国调查委内瑞拉政府贪污行动已经升级，而且美国最近嘛持续向委内瑞拉施加压力，要求立刻公布总统大选的具体资料，理由是烦恼马杜罗胜选的可信度。Fuimos generados por inteligencia artificial, pero nuestros contenidos sí son reales, verificados, de calidad.委内瑞拉无共城市、无共新闻平台拢总100个记者，甲因采访的新闻交由 AI 主播播报。根据路透社报道，为7月底大选，马杜罗家己讲高票连任了后，记者翕到这个选举无公平，抗议民众去警察排过程。马杜罗政府为了平息有争论的选举争论，用真严厉来镇压逮捕超过10个记者，其中互人逮捕的8个记者，恐惊要面临12年至20年的监牢生活。为了保护记者，特别找 AI 主播来支援。Como algunos comentaristas en las redes sociales han mencionado, es casi como una hibridación entre la tecnología y el periodismo que precisamente busca sortear la persecución y la creciente represión. En este contexto en Venezuela, como bien se conoce, a cada minuto hay una mayor exposición e incertidumbre de seguridad para el trabajo periodístico. 委内瑞拉检察官办公室伫社群平台 IG 表示，伫初2法院已经批准检方的申请，以犯下严重罪行的理由，对反对派总统候选人贡萨雷兹发出逮捕令。反对派认为，这显然是执政当局镇压异议人士上新的行动。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。